我甲你讲，今日就是爱你西装打扮，我就是要去出迄个吼。冠拿歌手内底上出名迄个画面，嘿，所以两面吼，你就去对面，行去马路对面，啊，我甲你下手了，你就甲我拍招呼。萨库拉萨。对，就是这，哦，就有淡恋的感觉。好。你去对面，啊，较细腻的吼。即摆去啊，吼。好。准备哦，下手，继续下手。OK。哇，水无水。哎，我感觉我甲这火车哦配合时间拄好。真的哦。对啊，你看，有无？哦，有嘞。就是冠拿歌手内底啊。对，就可以找的。啊，我嘞。有啦，后面拢是你的相片。好，啊你你看好真足哦，啊你介意的你就爱家己。好，我拍者，这去擦着目睭啊。我先去换衫啦。啊，这个嘛是。哪会每一张拢是安尼啦？弟妹，你是在创啥啦？哪会翕安尼啦？吼，弟妹。吼，你搁笑我安尼，今日七早八早就带你出门，讲要同我翕水水的相，啊，结果咧？妹妹，你看我这个角度有水无？对，你是倒位有水啦？我家己翕甲足水的，足好看的呢。我敢讲，我真正是你哦，你都爱较加强的啦，你翕相安尼真正吼袂用的啦。好啦，我其实翕相翕甲真正无介好，安尼我来合适一个好啊啦。对啦，你都爱合适一个啦。安尼我找看卖最近大家少年人是安怎翕相的？啊对啦，你看人即摆咧流行啥哈？来做功课啦。的嘛，对嘛。哦，安尼好。哎，咱先煞人家附近看有啥物会使翕相的所在。哇！这敢是一个社区哦，这社区足特别的。哎，无咱去顶悬踅看卖好的风景会使翕相无？位遐看嘛。哇！这个气氛拢甲下骹无共款呢。对啊。这就是头拄我看迄大春联的所在呢。真的呢，这张相片安尼看起来足好看的。现场看起来就是旧旧安尼。真的呢。所以处境真正足重要的吼。安尼你才知影吼，处境足重要的。哦，这看起来足喜气的。你看这规片，这茶门安尼看起来哦，嘛是足有感觉的。这敢是一个电影的迄个所在吼。是啊，这足水的啦。真有气氛。你看这坎坎板板的楼梯甲卡路，哦，足特别的呢。这种古早味的厝，即嘛足罕要看的呢。系啊。伊这厝边听到足悬，你看。这翕相起来已经足水哦。我就是感觉咱来翕相的时阵啊，虽然讲我人啦，甲你翕甲无讲介水，但是咱的景若水吼，人一定会加分，好无？所以我来找一寡较无共款的角度。无你去徛头前，我即马来练习看卖啊。微微，你帮我徛在这个壁头前。我先甲你讲哦，这后壁这物件，这有年代感的感觉，你爱拢翕起来哦。透动的啊，我知影要安怎翕啊。你莫刚刚翕到我的头毛。你帮我摆一寡较唔免摆啊，这就是遐有感觉的感觉，所以我安尼看远远的安尼无。年代感吼，你讲的后壁迄种古。你讲摆就爽气啊。好，我再试看卖啊。好。哇！我这个角度试看卖啊。会有诶，我袂输敢翕电影咧。好。哦，你看。刚刚袂歹哦。对。就是迄楼梯的感觉，拢翕入去。袂歹哦。无咱过来找看卖，这边啊有啥物会使翕的？好啊，有遐赶快买家。你看，这就是阮顶悬迄个拍配装的所在呢。哎呦，佫真正安尼咧披衫哦。对啊，安尼咱翕几张啊啦。好，就有年代感的。对，你家无因啊拍迄配单吼。安尼。哇，这幸福的妈妈啦。嘿。
感觉伫遮翕相吼，足安静的呢。嘿，会感觉迄时间吼，刚刚拢停落来啊。对啊。安怎？喂喂，我感觉我迄个真正有够好的。我看者，我看者。我哪会感觉我哪翕相形容变遮厚？哎呦！你看我连迄种吼气氛的感觉，感觉你甲家己咧讲话迄种的，是毋是逐张拢好看？哎，袂歹袂歹。我感觉我搁伫遮翕几工吼，我会使开展览啊，咱搁来去找。好啊，你加练习一下啊。好啦好啦。看你啥物时阵吼，会用个开展览啊。伫个迄个社区安尼翕啊，伫个迄个建筑安尼翕起来吼，真正袂歹。迄袂输敢若迄电影，迄翕电影迄种感觉吼。对啊，就有气氛啊。但是我甲你讲啦，我除了吼翕迄个环境的水了，我其实嘛足够翕人的。安尼？嘿啊。你足够翕人。啊，拄啊，透早伫个迄铁基路，迄是安怎？我头拄还未发挥我的实力啦。因为其实吼，我其实甲朋友出去吼，阮拢一对一对的嘛。哦，我大家某拢要找我帮伊翕相，因为我上后翕迄种最佳男友视角。你也确定呢？迄翕出来相片有够有感情的啦，袂输你甲咱头一届谈恋爱迄种感觉。真的啦。啊，我应该安怎？你甲我。哦，来，你手来。这上重要一步就是你手吼，我爱甲你牵的。啊，就亲像咱两个出去约会，啊，你要带我去看这个世界生啥物款的。哦，所以我爱为头前行的。对对，你爱感觉伫行路啊，向为我遮看来。喂喂啊！嘿。对，哎哦，你嘛足厉害其实。嘿。啊，有时阵吼，你若是一般翕相翕起来了，你会使开0.5这广角。哦。广角看起来你的面嘛会较细。哦，安尼哦。安尼好，1、2、3，好，搁一张哦吼。啊，你帮我迄种要行出去的感觉。要行出去的感觉。对，好来。OK， 安尼。我看者，有无？有呢。对。这安尼，我手安尼甲你牵的吼，啊，袂输敢若真正是迄种，若是另外一半是查甫朋友吼，安尼咧翕的迄种感觉呢。出去佚佗的感受啦，对啊，逐个人的某拢嘛拢共牵条条。逐个人安尼敢对？无啦，因为伊要叫我找这个角度啦，所以一定要叫我甲伊斗3工。啊，搁另外一种吼，就这啊，九宫格啊。来，你徛遐，你徛遐，我帮你找，我找角度者，你帮我正平者。安尼。嘿，这个位应该拄啊好，因为我要甲这树仔的大吼，甲你的水拢合作伙。好，1、2、3，对，安尼看起来你敢若迄只孔雀咧，孔雀开屏。哇，安尼，你看。安尼好看无？我看卖。这九宫格的角度吼，就是你会使方便你去掠迄个所在。你的主题在倒，啊，你的配角在倒，就使用这9宫格去配啦，有无厉害无？我拄仔搁想讲敢会伤近，结果袂呢。对啊，你看这个气势嘛足好的，啊，因为吼，嘛爱看光啦，光有伫你的面顶悬吼，安尼看起来嘛较好看。哦，这安尼好看呢，嘿。真的呢。安怎？感觉我厉害吼，做你的朋友安那，足忝的，迄上嘛会晓。哦，我讲你安尼，今日透早吼，咱迄个什么伊木城，迄都莫讲啊。伊木花道迄是淡薄意外啦。啊，毋过尾啊吼，开始啊，翕迄老厝、旧厝遐吼，啊安尼规个安尼，
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，到即马这个到我这9公斤。其实翕相足趣味足好耍的啦，因为平常时咱嘛定定咧翕相啊，只是讲吼，无讲介用心去翕啦。系啊，啊若是讲伫咧这翕相的时阵吼，掠着讲一点仔美感，吼一甲迄技术伫咧内底啊，啊迄翕起来的感觉吼，迄画面会搁较好看，搁较有温度。咱若是用翕相机吼，佫会使甲迄个画面哇，规拢扭出来。无同款的角度啦。真的，这嘛是一种翕相的美学咧。所以平常时啊翕相吼，若是定定用一寡心，啊用一寡技术，其实看出去的世界吼，就甲一般的生活当中无同款。讲是面保庇咱吼，会使身体健康大趁钱，加好，保庇啦。感谢众心，创啥我咧拜拜你咧。你有看到遐有一个人，敢若怪怪呢？拍摄。别，你好。行过来，你去甲伊讲话。你好。啊是啊，这先生阮两个咧拜拜，啊，毋知你是咧翕啥物相片吼？哦，无啦，啊，就想讲看你咧拜拜的时阵，迄表情介诚恳呐，讲甲你翕一个安尼啦。安尼哦，袂使黑白翕，阮两个安尼强误会要安怎？阮两个袂啦，啊，就想讲吼，家己本身厝内底嘛是供庙啦，啊，所以吼对这庙咧翕相摄影吼，啊，就讲介有兴趣啦。我上爱的就是翕咱人的动作，吼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来到宫庙咧参拜的时阵吼，因伫遐咧甲新春吼咧拜拜，迄种温暖诚恳的感觉，吼，啊，除了拜拜以外，吼，啊，用插香啊，还是讲咱大杯迄个杯落去的迄个瞬间，用杯起来迄个瞬间，哦，嘛是足有趣味的啊。所以讲，你光线有啊，你的处境有啊，啊人的动作嘛有啊。到每一间庙咧翕的时阵，哦，迄个故事就会拢会出来。哦，你会感觉伊咧讲的时阵，伊敢若才的迄种土地公共款。伊当咧教你安怎翕相的迄个秘密呢？真的呢。啊，皮老师歹势，因为阮的香吼，你要烧了的，阮两个连面吼拜结束了，我带了。好啊，看你安怎翕相。感谢。安尼等阮一下。好啊，不要紧，谢谢。你看，咱即马伫后殿了后，但是伫遮翕相会使看到后壁迄个日头的光。日头的光啊！啊，遮室内佫有即个室内的光线，这光线感觉足乱呢。对，有时阵吼，我若翕起来吼，迄光无够面，佫会乌，敢若乌面弯光安尼。这是真的呢。啊，到底是要安怎翕才会好看？其实吼，有时啊吼，像你安尼，人伫遐煞者，看着安尼。有光的所在，有暗的所在，有明有暗，嘛无一定讲吼，就非得咧翕相先讲，甲我曝光一下安尼，嘛唔免。就大自然互咱的光线，咱是上水上光。安尼应该是讲，迄翕起来了，看到的迄相片哦，嘛较有感觉。是啊。哦，真的呢。你看伊的逐张相片哦，虽然讲无讲话，但是你会使感受到迄温度，还有虔诚的敬意。是啊。啊，毋过咱即摆安尼规个翕起来了，再感觉起来拢是伫咧室内的感觉嘛。啊，若是讲去外口咧，外口比较起来就是更加无共款。对啊，因为景较大是啥吼？是啊，因为伫咧外口咧翕相的时阵吼，
需要的景，甲迄个画面角度又搁无共，甲室内吼又搁是完全无共款。哦，听你安尼讲，安尼拄拄好啦。我知影即个宫庙边仔有一个会足出名的公园啊。是，无咱小等会使去遐翕一下相。啊，你有闲吼？会使啊，不要紧，还阁有一寡时间啊。歹势，歹势，袂啦，做一个啦。嘿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呀，那你遐翕看卖。好。哇，天气袂歹哦。下咱两个翕一张啊。好来。哇，好看呢。系啊。真的观音山啊！来遮吼，我就想到进前迄拜六礼拜的时阵啊，阮常常会来遮吼，带囡仔去遐有无去遐耍啦，啊嘛会来遮桥遮耍，啊阮翁吼拢会帮我翕相，啊毋过伊翕相起来哦，啊袂输我感觉伫咧阮家边仔的公园啊，无啥物差别啊。安尼技术可能要甲阿皮老师学一下。真的。袂啦，无啦，莫安尼讲到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安尼啦。好啊，阿皮老师我最好奇的哦，因为这种吼，你看这桥吼，遮尔啊长啦。这种遮尔啊长的这种吼风景是要安怎处境较好啦？爱找什么款的位置啦？这种吼，要处境的时阵吼，最重要就是讲咱位置甲角度。像拄仔遐吼，安尼行过来的时阵，吼，遐一寡景我感觉袂歹。啊，无咱即马就来遐翕看卖。好啊好啊，随翕安尼就知影讲吼，按后回来要安怎翕相。对。好。你就甲恁翁教讲安怎翕。真的啦。好，咱来遐看卖。好。阿皮老师，这景就袂歹。哦，你选这个景哦，啊，但是我头拄咧边仔看，迄个景嘛足水的啦。因为吼，迄条路看起来宽阔，是。安尼处境角度的时阵吼，可能面伤宽，看迄个桥的深度，较会遐无到。啊，这条吼，你莫看咧安尼哦，啊，你看咧桥咧，看起来足有迄深度，啊，来当甲迄个桥的迄个角，拢看得出来。阿皮老师，你讲若是这个所在长度，是毋是爱伫中远啊？中远安尼翕较长啊？系啊。我试看嘛，是毋是差不多爱这个？这个位，来，看起来敢若讲无呢？我甲你讲，你敢搁甲刷过来一点嘛？好，这边遮栏杆，这边遮吼，画面搁较济，感觉你的迄个长度会愈来愈长。你这样的画面吼，都看起来搁较无共款。是啊。啊，无咱来翕一张啊看卖，随翕安尼恁就知影这个感受。安尼差不多，我先看卖一下哦。好。记啊，好，安尼会使。会使记遐吼。哦，你记迄个新北大桥。新北大桥伫遐。对哦，新起的哦，安尼袂歹。遐阁有山呢。袂歹。看这。好啊，来。看你有甲迄个吼桥的角度甲翕入去无？赞呢！有诶。真的啦，啊你看迄后壁安尼吼，都有迄种深度的迄种深度安尼入味，啊无共款的宽度吼，拢有当有。你讲同一个所在无共的角度翕出来效果拢圆低吼拢会当，啊是讲较挖迄个栏杆呢，还是共款嘛，这线条会当会可以。安尼，老师，我头前搁去翕看卖啦。好啊，我们来行。啊，遮啦，遮会使翕到迄观音山咧。袂歹。阿皮老师，像我吼，常常去爬山，拢会翕到吼，遮水的山。但是我想要吼，共迄个时间吼，人甲山吼做伙入去。但是我常常翕，拢会感觉讲，啊人哪会遮细，啊后壁迄个主题嘛，就看细。真的，而且有当时啊，这安尼一用起来吼，迄人拢变得较奇怪，迄手无就足长的，无就迄骹吼变得足大的。对。安怎翕拢足歹的，迄有啥物美感啊？啊，我来先来换一下镜头的。谁来换镜头？你头拄仔迄支看起来较水较厉害呢？无啦，拢同款厉害啦。啊，主要是因为讲吼，拄仔迄粒镜头，是它算中长焦。咱镜头有分3种，广角、标准跟中长焦。是哦。即马这个标准的镜头，会有小广角，啊翕起来物件加较宽。啊，拄仔迄个镜头吼，会翕较远。即马咱来试看卖无共款的变化安尼。
好好好。来看卖一好个。啊，来看卖，来看卖，让咱来看者。真的呢，拢翕入去啊。这个是无共款的感觉呢。就甲拄仔无共款吼。是啊。即摆这会当翕要较宽哦，会当看到后壁的山，还是讲有看到下骹的水。重量人嘛就好看。啊，而且我共款吼有注意到，你共款甲这桥这条线拢爱平平，袂互伊安尼歪歪吼。对。那歪歪这看起来，迄厝是毋是就会共款敢若安尼？系啊，歪歪无共款。等于你有利用这个桥的迄个水平啦。对。测度。对啦，咱来头前遐嘛翕几场。无啦，我结果有工课。忙人来做你的助理啦，帮你做伙工课啦，好无？啊，哪甲你学啦？你免付阮钱啦，你免烦恼啦，无啦，安尼我会说啦，袂啦。哇，恁工作室遮大间哦。袂啦，啊有只翕相嘛是爱有空间，要有到翕人还是翕商品安尼啊。空间有大，咱才有法度甲我迄个设备放在遮来做翕相啊。遮设备真正是敢若足齐全，就平常时你会翕一寡商品，嘿，无甲你斗相共个。好啊。好。老师，我最近吼嘛想要卖一寡物件啦，想讲来甲你请教是要安怎摆开水。像我这吼水晶啊，吼这石头的物件，这叫做钛金啊，这水晶之王。啊，这种石头的物件是要安怎翕才会翕了水啊？哦，这吼嘛是共款会当来换其他款的背景。吼啊，若讲后部还是木头片，还是讲其他会当更点缀品。好，来凸显它，安尼，搁有咱的光线，豆起，就当互伊保护。好啊，咱会当来试看觅。来啊！我拄仔看你的水晶的色介光，你是安尼用一个较暗的色水，哦，会当互你迄个，安尼才会跳色跳出来。对。哦，原来背景爱放乌的哦，所以就看你迄个商品的迄个特性。无怪我咧厝诶，安怎翕着安怎歹，因为拢放喺足光诶所在啊。哦。伊就无法度跳色啊。老师，你这毋是一个吹风机哦？这哦，系啊，这戴森的呢。这是钉哦。系啊，这是钉啊。看袂出来。伊的作用就甲拄啊，迄个又搁无共款。就敢若咱咧舞台剧的时阵吼，顶悬拢会有迄种 spotlight 安尼啦。啊，你甲它当做伊是你的演员，伊即摆会出现，你要回一个 spotlight。你看迄水晶吼，规拢透过去安尼，看会到迄石头内底的变化。老师啊，啊若亲像咱一般人厝的无遮厉害的加石头啊，啊无遮多道具。啊，搁有遮钉啊，我若是无遮钉咧。啊，是要安怎翕的？哦，有啊，嘛是会使。一般吼，咱厝内底拢有立灯、台灯，还是讲你的桌啊，哦，还用你的窗啊，有窗帘，这拢是咱会当利用的一寡迄个翕商品的物件。是哦，你讲有你是啊，有这种自然的光线会当哦。是啊。真的吗？台灯还是小桌灯拢会使。我唔信呢。无咱嘛来算看卖。好啊，看你较搞。真的啊，假？你想要甲老师考验？对啊。哦，来，咱即马吼就来用迄个窗仔门外的自然光吼来翕看卖吼。来，那有可能啊，这看起来比头拄仔遐搁较暗呢。袂啦，有时吼，迄自然光吼，介柔和吼，毋免像我拄仔迄吼光线调半波，啊，搁爱敲来敲去，吼，啊，你若讲家己迄个你的窗仔有门帘啊、纱窗、纱帘啊吼，搁有迄种柔光的感觉。所以这嘛免家己迄嘛毋免，是哦。啊，你的物件会看起来足自然的，足水的，足温柔的感觉。对。好啊，来，啊，我即马就搁来甲变一下魔法一下。哦，互你变，互你我来敲的，吼。
嘛是共款爱家己set度一下就对啊。系啊，你看一般这石头嘛会使摕来变嘿，化。嘛是啦，嘛是。所以亲像你咧摆即种的，你当初去设计的时阵，就是比如讲悬悬低低去摆吼。嘿。有一点就是讲吼，咱大概吼每一个商品会先去参考讲其他人是安怎翕的。啊，即马我则过来想讲，我会当做出安怎的变化？先做功课啦。哦。系啊。若是亲像安尼，你摆落了，我若是用机啊翕嘛，会使共我翕甲遮水。会当，咱来试看觅，咱来试看觅。啊，亲像机啊有遮侪功能吼，啊，若是安尼要翕要试倒一种。即马相机真正够方便。你若讲一般1倍，感觉伤倍快。咱用2倍。用2倍看起来，甲你2倍感觉就开始有出来。就是感觉你迄掠影病迄种感觉。对，而且你看哦，你的光线是拢足自然的哦，唔免讲你伫个爱伫遐用啥物光刷来刷去，安尼就随有啊。啊，拄啊好食安尼，佮敢若有一点仔影。对啊，一寡渐层的感觉。老师，你讲亲像即马有你写的即个光线，啊，若是暗时啊无光暗时的时阵也无光吼，咱厝内底上基本上简单的有立灯、台灯，这拢会当起来做步骤。是哦，袂讲比了足奇怪吗？袂。哦，这就一般人厝里有的迄种看珠的灯火啊。用这2拍安尼就会用会啊，会用。真的吗？安尼过甲拍开看拍开看卖啊！哇！用上简单的厝内底上简单的2个桌灯啊、立灯，咱就有法度讲用一个基本的商品来翕的感觉。所以老师，我敢有法度一个是白光啊，一个是黄的。会当，嘛是会当，嘛是会当。增加讲你商品吼，可能有一边是掠白白，啊，另外一边掠黄黄的，无同款的光影的变化，光线的色的变化。咱伫厝咧翕的时阵吼，袂当讲，我今仔日想要较温暖的感觉，你会当用。你得用黄的光。你若讲我想要互产品吼，我的商品较白，啊，得用白光。真正介够呢，我真正唔知影伫室内翕相嘛，使翕甲遮水。对啊。哦，这灯火其实安尼白白的，啊加上这一寡道具吼。遮石头安尼看起来就有感觉的。会变个急啊安尼。我即马每工拢咧甲阮囝咧翕相，啊，我想的就是因为有一工伊就大汉啊，我想要甲伊细汉遮古水的模样拢甲伊翕起来。对，系啊，翕相点影就是安尼，上重要一件代志，爱家己爱介意家己所翕的物件。安尼我就介意。爱对家己的这作品有信心。爱有信心。上重要是家己翕了欢喜，对，生活就会美丽。是，没错。哇，这就是我爱来台中的原因。你看这水有够水的，这水吼清，顶管阁有莲花，啊阁有鱼仔伫遐想来想去。哦，这生态足好的，会创啥啦？破坏我的气温呢。哎呦，今天来真好笑啦！你笑啥笑干呢？你看啦，慧姐，资深慧姐，来手举起来，舌头吐出来。好，很冷。贵宾狗。冰狗。啊，我知，这就是即马台湾上流行的迄种海音笑话啦。无怪你安尼笑嗨，敢若笑话共款。够好笑的啦。但是伊影片内底是用中文的“贵”来做海音，啊，咱会使用台语来试看卖啊。衣柜的柜。衣柜啊，咱用台语的“贵”就是。你有想者？我贵啊是。我想到一个，迄个阿嬷吼，摕到一个菜头粿，来约看卖。
爱粿啊，马菜粿。唔对，啊，叫做马粿。马粿，你是要讲马粿啦？你这想凹啦，凹干呢？同款啊，马粿啊。你听我的啦。下过一只马，讲下过一只路，这叫做粿马路。哎，你这厉害，你这三个字，但是你本人较好笑。哎呦，敢袂伤过超过？哎呦，你嘛会样海边吗？哎，呀，不是啊，你看啦，阿姨的大飞老师啊，哦，莫怪这面色啦。哎，这百万网红紧翕相节，翕相节紧的啦。明星呢，大明星，大明星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哎，你这底影片你翕我就好。对啊，老师，你这影片有够好笑的啦。啊，翕影片无一寡笑梗要吸引人。哇，真的。啊，不过大飞老师，我看你伊的这个所在吼，看起来哦，足特别的，这唔知是倒位吼。哦，迄我的工作室啊。安尼，大飞老师，阮两个敢有迄个机会去你的工作室翕这100万的这底影片啊？有啊。哦，这当然无问题啊。哦，那我讲我迄个工作室吼有50年的历史啦吼。啊，即摆天气这无，咱先来食一下中昼好无？小蛋的啦。哎，不是啊，大飞老师。大飞老师。啊，地主，是啊，你嘛小足蛋。奇怪啊，拢无爱讲话，有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同款，有魂无体安尼。狗啊！哎呦，弄去别人兜底去。我唔熟悉啦，我唔就拖床来你当好贵的所在。无看的人影。命都那惨，像有一种古早的气味咧。哎呦，错一条，哦，敢若毛病贵咧。哎，看你毛呀。老师，歹势啦，我想讲这是倒位啊？咱看起来安尼足奇怪，你哪行来遮啊？对啊，这规栋跟那荒废的同款咧。系啊。啊，这较早就金锁啊。金锁。没有。哦，找我啦，金锁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我只是面相较歹尔，我人真好。啊，你毋是要看我拍片的所在？哦，你我即摆带恁来。哦，冇话啊。我底较调的，底较调的。啊，来，就伫遮，就伫遮。啊！哎，这我会拎的啦，迄个图啊，对啦。就伫遮翕的呢。老师，你就伫遮翕的哦。啊，拍这影片真简单啊，第一就是要有创意。哦，创意哦。主题。哦，安尼创意，阮两个在行的啦。无问题啊，主题阮两个就是主题啊。哦好，来安尼，即马来遐研究者。好。我姚准讲你讲要闯去拍片，要闯去一个什么大景的所在翕。啊，结果是来遮。在遮翕就会使翕得出来就对。好的影片吼，无一定要偌大的景，主要是内底人的对话、表情甲动作。一支影片你要吸引人来看，所以你爱伫咧30秒之内，甲你想要甲观众讲的代志讲了，上好伫咧3秒至10秒的制造一个笑点，让观众停留下来。3秒至10秒。这拢是美感的。你看，即马这个时代进步到安尼，连这种短影片都要短时间就要弄。莫怪你摕阮笔甲纸，就是爱紧甲写嘛，对。所以讲，若是我平常时想到啥，我都应该甲伊记落来。应该是讲，我若是无想法的时阵，会当做谐音梗，啊无就拍一寡废片。废片哦。对。哦。啊，不过老师，参像迄废片啊，迄就是一寡无路用的，看过就过啊，这哪有啥物帮助？迄只是要互人停留在你这个人设内底。等于讲，即马人现代人嘛，足无闲的嘛，头壳无想要想多的代志，啊，伊就创作这种废片，一看落就袂记哩，但是笑笑的，欢喜就好啊啦。对呢，而且这样呢吼，嘛会足侪人看的，就会吸引足侪人来安尼一直欣赏的吼。嘿，对。其实我足好奇的，亲像大飞老师安尼，逐工想遮较创意的影片，你敢有一工会讲想袂出来是安怎？嘛是有可能想袂出来啊。是哦。啊，阮若想袂出来，阮就会开始去看别人的影片，啊来互家己有灵感，
啊有灵感的时候，就像拄则咱先记起来，还是先录音。嘿，大约啊是这款模式。所以平常时看你的迄 IG 顶悬迄影片，其实你是做足侪功课的。嘿，阮伫咧要翕进前，阮会找一天、规工，拢伫遐咧想这个物件。其实若想好，拢足紧的。足紧就偌紧。大概半个小时一支。半点钟。翕一支电影片。应该是讲较麻烦的是伫咧迄后壁，你搁爱去整啊，爱去想讲即个影片你爱安怎去用。因为我是甲阮朋友做伙做，阮用分工的方式。譬如讲我翕平面、翕相片，一个负责录影甲加片。原来是安尼。若找演员这种的，你内底出现的演员，就问家己的朋友有兴趣的就来。无就是你家己安尼啦。对。安尼一直翕，是你本来就是对翕这种电影片你是有兴趣哦？是想要翕，还是你想要做演员？伊足爱演的啦。对无？伊不是足爱演。嘛唔是啦，就是翕这就是趣味，大家趣味。当时啊，阮翕废片出去嘛是要互观众看到欢喜，安尼呢。伊算讲是去互这个摄影师同务的演员。对。哎，老师，你互阮两个专心想一下，我们创作啊。老师，因为我头拄仔有小可看一寡你的作品啊，有一寡吼迄种敢若热天吼较会出现的，穿较少的迄种相片，唔知恁老爸老母看到你迄种的，伊的感想是啥吼AI 甲封锁啊？封锁？对啊，真的啊假的？对啊，无这是大人看了感受不好啊。你即马讲出去，恁爸爸妈妈唔得知影你只甲封锁就对啊啦。对。安尼你大概有作品出来，你拢会甲封锁对不对？岳父岳母嘛爱封锁。哇！就是大人较歹势啦，先莫互因看到啦。我甲你的秘密挖出来。所以讲，翕什么款的相片，翕什么款的影片哦，不像款就对。恁的创作准备了安怎？会使啊啦，写到差不多啊啦。我嘛是啦。来我看卖。老师啊，你甲阮看一下啊，大辉老师，这海音安怎袂歹吼？安尼袂歹哦。等下，你翕伊的主题。伊翕你的主题。安尼哦。安尼互拍。阮两个互相翕就对啊。对。翕相嘛是同款吗？用手机翕就会使。安尼是我谈到呢，伊翕我吼，应该是就歹。嘛是无一定的，不过你会晓翕迄种电影片，你嘛足够的啊。对啊。我先甲你讲，我袂晓。安尼老师，你教我翕啊。袂啊。切牙齿。切牙齿，切。好。切。拔牙齿。拔。安尼会使。对，较晓的。较晓的。你的手啊，Bad girl, bad boy。一两三蛋。哎呦，袂歹。你脚从安尼。真的卖干，爱较悬啊！安尼有较悬，哎呦，真能 Q 好，真好。好来。再搁一遍吼。一两三蛋。来，你讲下你较能 Q 的啦。较能 Q 的哦。嘿。哎呀，爱较能 Q 的啦。较能 Q。
看我弄去我。好，来，无诶，你坐咧。哎呦，安尼会使无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八讲88岁啊，你搁叫我呢？好来，嘿，来腰疼，啊，腰疼，腰疼，好头疼，啊头疼，好脚骨疼，啊脚骨疼，好脚抽筋啊，脚抽筋，啊脚抽筋，较顶呢。脚抽筋，安尼有无？好啊，会使， fashion 无？好，会还，会还。我真正要抽筋啊！哇，检查者，检查者。哇，足歹翕，笑的你。哦，种短影片足歹翕的啦。哦，有。有无无？哦，介高，介袂高。歹吼，老师看袂歹吼。会使，会使。破100万啊啦，这绝对上的啦。对啦。刀子靠近自己一点，对啊，装可爱一点。哎，高水，高水。对。好来，1、2、3，搁一张试看卖啊。会使，哎，高水。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安尼应该会使吧？你看一下我。哦，安尼袂歹，安尼袂歹。有。嘿。你这面足大片的，我拢甲你。你的面啊，比水位头壳大粒。可以，会使，其实会使啦，你看卖啊。哎呦，啊，这安尼好啊啦，这安尼看起来较澎湃啦。我甲记起来，我甲记起来。他的脚如果往前一点，你的脚爱有头前，看起来会比较长一点。有诶，老师讲你的脚放啊头前，你的脚会变长。对，嘿。有安尼长久你。OK， 下巴高一点。你即马是咧哭哦？对啊。哦，你咧哭哦？哦。考要安怎？对啊，你是咧哭。考要安怎时尚？老师在帮你上爱什么美感啊？尽量翕特写，哦，翕较歪就对啊。翕较歪啊，用手势、手势伫咧面遮。哦，动作去带动就对啊。较后边，较后边，会较后边，一条遮。哦，有，这点有。哇，我嘛足够翕的，老师在边仔甲我教。你确定呢？有，老师头仔讲，搁有迄个线条，即个身躯的线条，我嘛翕。安尼有无？安尼有，哎呦，安尼会使。哇，真人，甲变做乌白，搁较好看。哎呦，那唔当摆啦！有啦，老师你看，有是毋是有？唔对啦！对啦。好啦。无老师你来。老师，你搞我救人啊！我翕啊最好的啊。你搞我头翕到这大粒。好，眼神柔和，眼神柔和。按错哦，眼神柔和一点。OK， 可以，好。成功啊！可以，下巴高一点。OK， 可以。好。老师，你头仔翕我就无翕遮久。我这我感觉会应该放伫时尚杂志内底。对啊，你看乌白艺术感就出来啊。好，来去哦。来，咱来做影片好吧？其实今日吼，对咱大飞老师翕几工，我真正学了足多呢。哦，有比我较早对翕影片的感觉搁较无共款，因为伊算讲翕了，搁后壁搁使放一张遮好看的相片。真的。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足趣味的所在吼，迄伫个镜头以外，拢袂要紧，只要咱镜头遮内底吼是水水的，是你要爱的，安尼就好啊。我感觉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老师有甲伊家己的特色放在这影片内底，无大家拢翕同款的啊。但是老师的特色就是伊翕相就厉害，所以翕相甲影片两个会使做结合。我感觉是厉害的所在。啊，你有学着吧？你都爱加油呢。好啦，我甲学起来啦。哦，对啊。大飞老师啊，亲像你即马已经遮铺路啊吼，你安尼一工搁爱加几支影片哈？我拢叫人加，我敢来晓加整加。嘿，你讲规半波，你拢叫别人加，安尼，阮比你教，阮家己加。进来，等下互你看。对啊。你即马把牙齿摕来，好摕来，来开始切。哦，切牙齿。好来，把牙齿皮掰开。啊，这边怎掰啊？啊，掰牙。2分钟。对。
背楼推。慢慢来，卡吧。背弓。好啊，我想爱青头啊！爱青头。爱狗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！爱狗爱对哦。还好闭上了的那飞送。